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甜筒的時間了哦。我係等你好朋友插音。今日我帶大家嚟跳非洲舞。跳非洲舞的時間，我記得我重新我壓大身體，不用強鬆。嗰度動作沒有鋪背，跳來感覺一模一樣哦。大家嚟準備，聽同我向下來體驗非洲舞的熱情的冇？大家可以來聽同我向下跳吧。一開始我都要先做暖身，要做暖身，當然做運動的時間那麼快安全啦哈。來，右腳不用強鬆。一開始我都不用強鬆都好誒。搖來搖去，師傅不愛。我記得我切頭係扳骨哦哈，冇去到切切哦。繼續，還有哦。師傅向前面，盡量用力向前面夾起來。再來4、3、2，身體鬆出去。嘿，身體盡量鬆出去。數你來時間，你的肚子要用力數你來。數打開來，腰圍兩片鬆出去。我記得沒師傅係搖誒，身體再擺，都係安尼，天天的做，唔是關鍵。兩隻手打開來，我哋睇拼譜，腳向交叉，手不用強鬆都好誒。你看，都有18鋪背啊哈，冇切切的哦，不用強鬆。啊，但係暖身做特別更加做做運動的啊哈，睇拼譜，手打開來，有看到我師傅都鬆出去嘛？師傅鬆出去，嘿。腳打開來，撈圓拳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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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來，3、2、1，好，不用強鬆來。等下我要加數，撈圓拳呢時間坐下去，有看到嗎？我坐下去哦，再擺半片撈圓拳時間坐下去，撈圓拳呢。坐下去，撈圓拳呢，坐下去，哈，上面撈一個圓拳呢，動作我哋加強下，試看咯。慢呢，這個動作踏拼譜，慢呢，1、2、3、4、5，坐下去，7、8，再8，1、2、3、4，撈圓拳呢，5、6、7、8。一天要坐下去哦，哈，記得咯。哎呀，幾個較解釋，準備哦。5、6、7，踏拼譜，撈圓拳呢，坐下去，再擺哦。5、6、7，可以嗎？提慢擺哦。來，兩隻腳打開來，手喺肩頭前面，我哋要撲骨誒，用手撲骨誒，用手撲骨誒。我哋撲骨嘅時間，我肩頭不用強鬆，唔是安尼，太緊張誒。我哋做緊撲骨嘅時間，我身體會搖，都比搖唔怕，唔要強鬆，我要好做，做落面我要好快。好啦，我哋兩隻手準備好，撲骨誒，撲骨誒。都係安尼，蓋好，好地下我哋6泡，建議3、4、5、6，身體要天天的下去，撲骨的6泡下去，試看哦，準備哦，兩個算6泡個哈，開始嚟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看到嗎？再擺6泡，5、6、7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
700的时间拿起来，都是700，对安尼准备哦。5、6，不用咳嗽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身体头骨的时间，轻轻的下来，再压起来，都是2个，唔好讲难，不用咳嗽，都改好做，再摆准备哦。5、6、7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再来。起码100，改好，安尼从头打开来踏平铺，记得吗？准备哦。5、6，开始哦。坐下去，打鼓哦。都係安尼，再次可能我都會搞下去嘅哈，大家加油！開始，4分鐘出去，打鼓誒，下一個動作，向後擺，向後擺，身體。向後擺，更加那一隻腳向後擺，那一隻速度啲後擺，有看到嗎？分片，那一隻腳啲後擺，那一隻速度啲後擺，都係慢慢，嗰時有看清楚嗎？好，嗰時係強手強腳，強手強腳，強用嘅身體，不用強手，前後搖來搖去。試看哦，準備哦，開始。頭部右腳，好，你可以從鼻主人嚟，嗰時候我操作，你可以安尼啊，等下就試看啦，好嘛？準備哦。5、6、7，可以嗎？跟好搞錯嗎？2個腳，一片燈亮的，更加是過簡單，強用恰恰，按講我哋都是而從挖的冰淇淋有冇？我哋挖冰淇淋係按嚟挖錯冇？我哋都是咩？按嚟，按嚟。送入去，嗰時候老遠看呢，老遠看呢，速度嘅都是都會按你老遠看呢哦。注意哦，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老遠看呢，嘿，手腳都會老遠看呢，可以哦。我哋從一片，我哋先做手大於後背嘅，試看哦。5、6、7，腳等於後背。都是老遠看呢，再擺腳底下擺，是老遠看呢，頭部右腳，從頭開始，打開來一片，加油！5、6、7，坐下去哦，打鼓誒，天天下去，都是。向後擺，數老遠看呢，都會按呢，都會按呢，更加的吃越重的可以嗎？準備，5、6、7，開始哦，打鼓，都是。有很出來嗎？我很出來都感覺佢過癮，係冇我感覺佢爽快都超嘅。試看咯，等下我做那種都唔怕，我想狠都狠，還是我做一種都唔怕，自己發揮去揀，佢做哪個都可以哦。準備哦，我從頭開始哦。
开始，大鼓下去，都是，不用看上来，啊，再不用看上来，所以上来，我哋先休息一下。 等一下，我哋再來一擺哦。來，踏步右腳，準備哦。5、6、7，坐下去哦。大鼓，身體下去嘛。哦，都是。再一擺，從頭開始。 大鼓的哦，普拜，呼呼，都是，听麦拜，加油加油，他赶紧加油，哈，都是，呼。 不用看手，所以上来，回去，上去，来南太球诶，跳太去，天天诶都还要背，连住昆茶当风，再摆到前面，南太球诶，要普背哦哈，天天诶上来。 所以上，回一下，再把所以上，回一下來。好多動作，睇緊你好唔好冇？集團聽到線上了後，先嚟動作嘅喲。一開始我哋要先做暖身，要做暖身，當然做運動嘅時間，那麼較安全啦哈。同樣我哋要從踏步開始哦，不用強上都好誒，你幾個打開來。 普拜唔怕，我記得我切頭就不用強手，是不？睇兩片搖過來搖過去都好誒。我哋是不向前面，用力向前面夾起來，都會按呢。試看咯，慢慢嚟做唔怕，再來。 再4個、3個、2個，身體送出去，用力送出去，還有哦，都是要用力數你來哦哈，記得咯，數打開來，也會兩片鬆，腳不用強鬆，慢慢趴。 我記得冇鬆肩哦，哈，你會唔鬆快哦。身體前面鬆出去，準備數打開來哦。我哋踏平鋪，數不用強鬆，我用臂都唔怕。 再4個、3個，我哋暖身做到一片，接對我要做做運動嚟啊哈！來兩個數壓起來，我哋先做數向後背，向後背，來小手臂，好向後背，唔係骨質數，唔係骨質數，我哋會亂踩，我哋肩頭唔係會唔爽快，我哋拿小手臂打後背，打後背。 大後背加身體，好多男生嘅身體有冇？送出去，送出去，送出去，數我記得向後背打過去，對啊呢，來準備中間，我哋做慢啲4個，4、3、
开始，不用强手，做得嘛？再把的切脚做脚的哦，准备哦。5、6，开始，不用强手，再一摆，中间不用强手，往左偏，中间不用强手，往右偏，中间不用强手，往左偏，踏步右脚，看一下，下一个动作的哦。右脚，等死的，往左脚，等死的，右脚再一摆，4、3、2、1，数赶起来。那只脚蹬下去，那只手打下去，有看到吗？左脚左手都用力，右脚右手都用力打下去，再一摆。4、3、2、1，踏步右脚。第一下，我哋先做脚都好，数模做，先做脚，做脚嘅爱铺摆，来试看哦。模做数哦，开始。弯脚，弯脚，有铺摆嘛？铺摆，我哋夹数，右脚，右手。右手，右手，左脚，左手，左手。来讲的第几数？用力，左手，踏步右脚，可以嘛？更加第一动作，蹲打下去，夹向下，慢的，1、2、3，右脚右手，6、7，左偏，1、2、3，左脚，左手，再摆右偏，慢的唔怕，慢慢来做，对做熟来，右脚，右手，蹦，蹦，蹦，左偏，手打一后背，左脚，左手，蹦，蹦，可以哦，quite好哦，更加对做解释。好，切头不用强手，唔都会痛的较夹。开始，再摆，呼，啊，要安尼，伢切头的动作都会较长一些哈。那就踏步休息一下。身体，更加要喺身体送出去，更加要喺身体送出去，有看到吗？更加我思维摇出去，思维向后摆，要看清楚哦。稳身体，思维，身体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唔可以停痛嘅咩？如果唔可以停痛嘅話，都很疼。很了，身体太紧绷诶，身体，思维，身体，思维，开始，身体，思维，身体，思维，身体，思维，再开始可以吗？踏步有做可以吗？有听到吗？好，都会扳，叫扳骨。身体对腰位都会不用强手，试看哦。等下就对一个慢的，两个夹夹，一个慢的，两个夹夹。5、6、7，慢的，慢的，夹夹，夹夹，慢的，慢的，夹夹，夹夹，慢的，慢的，夹夹，夹夹。好，一个慢的，两个夹夹，从头开始，准备。数到，稳偏，身体送出去，慢的，夹夹，慢的，夹夹，quite好，都係安尼。再一擺次看哦，準備哦。
数带后背，门片，身体慢的思维，夹个，慢的夹个，思维，一片，亮的摇过去，踢毽子。 脚给了前面，踢毽子，分数，分头，不用看手，分过一分过来听，头部有脚，中间感觉在分头的时间，头脑会分分，都冇分头，都做数做脚，安尼都做得嘞。好，中间我本来感觉比较看手，都夹分头。 都可以，哈，都可以，做适合唔切界嘅动作都可以啊，哈。来准备哦，啊，得从思维、身体啊开始做，慢的个，慢的夹个，慢的夹个，分数分头，头部有脚，来讲，点出去。 夹出去，两只手对身体顺风，等下说夹起来，嘿，向地板夹起来，是不是送出去？送出去，送出去，有可能还是不是送出去嘛？好，是不是送出去？就夹起来送出去啊，就吃可能哦。准备哦，开始。是不是送出去？ 再来，嘿，腾动来做，乖好，对安尼是不送出去？安尼从分数开始，分数踢毽子，结束，再来踢毽子，手夹起来，头部有脚，啊，这动作搞出来哦。 全部从头夹向下，试看哦。准备第一个动作，向后背打记得嘛？5、6、7，开始。身体慢的夹个，慢的夹个，踢毽子。 手夹起来，再摆都好哎。身体夹个，慢的夹个，分数分头过去，夹数，不用看手。 啊，做出来，跳出来，大家是跳到轻吼，收起上来，回一下，再把收起上来，回一下，两只手拿太球诶，啊得缓和下来哈，收起上来，到后背，连住看朝刚好，再把手到前面拿太球诶。 慢慢上来，来收起两摆，回去，再摆收起，回去。这边肥猪他可以跳到样个呀，感觉唔会差吼，有轻度好冇？明年的团轮跳，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，你的心肺功能能够越来越好哦。挺痛，我哋下次见。